就喺嗰一日，全港市民嘅心都被呢件事牽引住，大家由關注到悲傷到憤怒。8個香港人喺菲律賓無辜遇害，令到大家上下一條心，指責菲律賓政府無能。喺8月29號，香港立法會議員發起沉痛哀悼遇害同胞，要求徹查事件真相大遊行。當日總共有超過8萬人參與，遊行隊伍由維多利亞公園出發，遊行去中環遮打花園。遊行人士喺下晝3點喺維多利亞公園集合，逼滿咗6個球場。喺立法會議員帶領之下，默哀3分鐘。除咗有好多自己嚟嘅市民之外，仲有好多由唔同政黨組織嘅遊行人士。估唔到唔同政黨嘅人會喺同一條遊行路線上面，為咗同一個目標，向同一個方向和平示威。此情此景，實在令香港人感動。香港曾被國際譽為示威之都，平均每日有超過6次嘅遊行示威，每一次好似今次咁，嚟得沉靜，嚟得理性，嚟得憂傷。喺最熟悉嘅遊行路線高士威道，聽唔到往日嘅口號吶喊；軒尼詩道，聽唔到東東嘅鼓聲；金鐘道，睇唔到一片嘅旗海，淨係得一班身穿素衣嘅市民好靜咁遊行。遊行人士到達遮打花園之後，靜靜咁喺鐵馬上面綁上黃絲帶。黃絲帶喺一班素衣遊行人士入邊顯得特別刺眼。請剛嚟到遮打花園進行悼念儀式嘅市民，係可以去到我哋嘅台前獻上你嘅鮮花，獻上你嘅鮮花同埋進行悼念嘅儀式。我入到遮打花園獻花同埋送上祝福，予以慰問，代表希望。大量市民向死難者鞠躬同埋獻花，作出最後嘅哀悼。遊行喺下晝6點鐘結束。